啊，咱就刷落看这个金门的二打岛，前几天啊，有中国的网红操作着无人机飞到二打岛的上空来拍摄着影片，引发国安的疑虑。结果这个网红竟然又搁抛出着新的影片，讲伊4月初1再度用无人机飞到金门来拍摄，伊请讲都袂输是进入无人的所在。金门防卫指挥部讲，当咧调查，暂时无回应。另外，金门例行性的海上实弹射击，原本今仔日要开始来演练。金门防卫指挥部临时来喊停，讲就是惊会引发着两方的争端冲突。二点岛的官兵进前接扣中国无人机空袭，啊那江一个人竟然搁电报一出。这回明显唔敢搁飞遐尼近，不过设施嘛是防规个看现，甚至伫咧飘地呛声，这人真正是介好打。看政府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他们，不然会觉得说好像随时被一直偷看这样子。民众烦恼敢会造成国安危机，对方这个行为是算是作结，还只是起无空。因为现在这个部分，我们目前还在查案中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对外去做个说明。偏偏金门各岛伫咧海面上实弹射击，原本预计今仔日开始演练，警方部说临时发动起来，理由就是烦恼预防吹空风。我们该做的演习跟演练绝对不能少。其实，既然你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了，那我们就应该要按照规划来进行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想要改变应过轻浮，敢若特免啊！尤其国防部长柯国前已经表明，若是无人机飞过咱台湾天顶，就是侵犯。各国用干扰情变作处理，拢有规定。毕竟两岸离这么近，无人机安尼飞来飞去，看起来是趣味的戏，敢讲无强军的底气。可能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也没有互通，他们也没办法过来，可能是好奇，民众好奇，想来看看我们金门到底现在这几年发展如何。是去无空，或者是好奇，就看国军如何界定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